台中因为焚化炉上旧，这改建的时间去延前着，所以即马粪扫处理的速度嘛对咧变慢。有风声讲，这台中市政府要甲中华来合作，帮因烧一寡家庭粪扫，再去请因来替台中处理重金属的污。这消息一直出来，民代就批评讲，议会拢唔知影这项代志。也那台中市环保局因是讲，甲隔壁县市做伙来处理粪扫，这个方案是一直拢有咧讨论的。 粪扫车排队等要入去，台中市粪扫量逐年增加，却因为境内第三座焚化炉拢化气化能力下降，有风声讲要请中华县政府代替小家庭粪扫，不过台中需要协助中华处理重金属背负固化物，民意代表就批评讲议会完全唔知听诉违法。合作方案的内容呢，就是台中这边没办法烧的热色由彰化来代烧，交换条件就是彰化那边的飞灰含有重金属污染物的飞灰耶。更让我们觉得压抑是这件事情是没有让议会知道的，所以这种公然带头违法的行为，我觉得是非常离谱跟错误的。 台中市逐工的粪扫量，2021年是171栋，22年是232栋，23年是287栋。也因为人口一直增加，环保局表示，确实有处理粪扫的问题，一直有和附近的县市谈合作方案。啊，若讲到这背负是粪扫烧了后，重金属物质的土粉会透过固化方式带起来，会造成环境污染。 国内的相关的一个县市能够寻找互惠、互利的一个方式来共同解决。好，那这个部分我们目前都还在谈，也都还没有做确切的一个方式。我们没有什么有毒重金属的废弃物了哈。那第二个也没有这件事情，那个10几年前有换过了，现在已经很久没有换垃圾了啦。 中华县环保局好尽有任何讲好势方案，也若县市之间确实会有协调的方式，无愿意加讲。台中市政府是强调，目前已经有28年历史的本山焚化厂，当咧考虑改建做有再生能源发电能力的新焚化炉，逐工会当处理900吨的粪扫，期待彻底解决粪扫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